担心香港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不丹初9日是举办国会大选，针对要安怎解决经济危机，也有青年失业，是因这届选战的焦点。尾也是由前总理妥杰所领导的人民民主党摕到2/3的席次，伊嘛有机会会当出来角逐总理。197。不丹大选的结果初10出来，前总理妥杰的人民民主党摕到国会47席内底30席。重新摕到执政权，妥杰有机会转来做总理。另外一党不丹延期党摕到剩的17席。妥杰是不丹2008年头一届国会反对派领袖，有匹兹堡大学机械工程、甲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的学位。2013年到2018年，伊担任不丹的总理，主张环保。选民这届对伊上大的期待，都是带领国家脱离连续5年超低经济成长的危机，解决有甲29%青年的失业率。让大量去澳洲找机会青年会当回来，这嘛是两党共同选战的重点。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and regarding the country's economy,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I think there has been a major setback in our revenue as the pandemic has affected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So, I think in the upcoming years, I hope the economy flourishes. Primarily unemployment, the economy, and also people are losing hope in terms of the youth living abroad, mainly in Australia, and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nswers. 这个是从2008年不丹为君主制转型议会制以来第4届大选，真侪民众是拢跋山过岭，都要几夜天的时间，才有法度去到投票所投票。不丹的人口有80万人，伫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也就是中国甲印度之间，两个大国拢伫争夺对不丹的影响力。这个大选嘛，牵连边境争议的领土甲地缘政治的问题。两党拢宣示要强化甲印度的关系，支持下境的铁路，引进更较侪游客。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